咁啊，今年其實就非常之多謝 Capital 頒呢個獎俾我哋，因為呢個已經係我哋連續13年去攞呢個獎，13年不容易，亦都代表咗業界去對我哋公司嘅肯定。咁其實啱啱對於我哋公司嚟講呢，其實啱啱踏入咗30週年嘅紀念啦。咁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新嘅里程碑。咁啊，30年以嚟呢，當然我哋亦都憑住我哋嘅母公司咧，AXA 安盛咧，去支持我哋，令到我哋會有唔同嘅財富管理嘅產品啦、保險嘅產品啦、健康嘅產品啦、傳承嘅產品去帶俾我哋客戶。咁頭先亦都聽副局長啦同埋議員咁講啦，咁其實我哋積極咁對接國家嘅15規劃啦，咁政府亦都可以進行緊一個5年嘅規劃啦，咁亦都幫好多內地嘅公司去出海啦。咁我相信香港嘅金融業界其實未來咧係一片光明嘅。咁當然喺商業出海之外啫，其實我哋公司亦都可以幫好多高端嘅客戶咧，去達成佢哋個人嘅理財嘅目標。咁所以我相信咧，希望我哋繼續能夠幫香港嘅同事、香港嘅客戶啦，繼續走向嚟緊繼續30年、60年。多謝大家。